時要開波就喺我哋冇所謂啊！你求其一個嗌我哋講得啦。我話嗌聲嗌得㗎，嗌得㗎啦。係仆街啦！我唔想再咁慢。都係金幣要打一打。慢慢啦，慢慢啦。 11我揾翻手我揾埋。白色有7、8、11、32、20。OK 白色，紅色咧？紅色有72、224、21、11、12、12有7，唔係冇7，仲有兩個係咩啊72、21同埋240、 72啊，唔使32 72、72、 224、72、12、21，跟住11。哦，OK，謝時。追翻先，係追到啦，哇！咁快都8秒。好啊，咁啊輸你啦！真係唔係講笑，搭半先嚟又已經玩贏我啦。俾佢啲都好少啦，咁啊嚟計嘅。做曬㗎。係啊，呢個係動嘅。而家11號用抽唔係咁樣比速開到廢嘅。炒晒白色32，兩個籃板。8秒。誒冇。你有冇睇過平日嗰啲有個叫 podcast？嗰度有條有曬。佢除下，除下。我未見過。白色11籃板。哇！得入8號。大家接翻。哇！叻仔喎！你哋而家揾到呢個空檔時間去寫喎，好似咁嚟嘅。係。3比1，3比1，3比1，三平12
發先後助攻，收皮啦，等埋後腳翻。得半分還快。針㗎。係啊，真好啊！白色添拋3次。哦，OK，係咩？咁啊？咁即係一開頭邊個21號偷？係咯。12子，真係唔難。開完今日先添。22分炒，紅色21籃板。哇，靚喎呢個22分炒啊！睇先，發係OK，差唔多。Time out 白色。白色暫停。暫停。雙方添拋3次。你都去咁多都好慘嘅。好，開得。慢，係啊，慢工出細貨。咁都掉22分炒。哇！晒喎，所以呢差唔多2分。12點。係啊，11自己2分炒，紅色21籃板。
白色天花門。紅色是打個5分手我有隊友㗎，唔係啊，就得4個打，試過啦。炒晒白色10個籃。8號2分，繼續想做到好多助攻3、4個好似，4個助攻喎，犀利72號3分， ，11籃板。冇冇，OK。哇，好似應該有幫到。應該有。8秒，好嗨好害怕。2分鐘，我唔記得咗數。唔緊要啊。